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而了你的平安甲阮伫地，你的荣耀做阮的冠冕。所以，阮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圣神来伫阮的当中，充满阮，充满阮，就安尼，阮的心就得到改变，阮的心就看见愿望，阮就要得到真理，搁一遍受造就、受兴起。主啊，主啊，阮将阮交托在手中。愿你施恩赐福，献上俄勒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迎咱会当伫遮三甲主集，要开始之前，也是先讲一个笑话啦吼。讲阿明吼，有一天去食喜酒啦，吼请吼去食伊亲戚嫁祖囝的大顿的。啊，所以伊一入去餐厅吼，伊一坐来就感觉讲，哇！我离开故乡真是太久啊。我含足侪亲人的名，我叫袂出来。然后有时阵吼，即个是我的亲人哦，我认无啥会出来。啊，伊讲含新郎的敬酒，伊讲看到新娘，讲我迄新娘认袂出来啦。伊讲我会记囡仔的时阵，我定带出去佚佗，我阁会买佚佗物仔互伊。结果我可能老啊吼，真正认袂出来，到底是谁啦吼？伊感觉日子过了较紧啊，人真正老啊。啊，所以就来食饭饱了。足侪感想诶，起来了，手机一看，哎呦，内底那10几通未接来电啦吼！啊，然后伊行出去服务处迄个招待处诶时，佮一看，讲啊，系啊，占着摊去啦吼，占着摊去，根本就占唔着摊去啦吼。咱有时信用嘛，亲像安尼啦吼，信用是亲像安尼，咱吼唔通食大顿诶，占着摊去啦吼。信主咱嘛唔好信着重点去啦吼。咱来知吼，咱毋是来听音乐会，咱毋是来遮听哇，迄有和声啦吼，咱音乐做好，冷气真凉哦。拜日下早来教会做好诶，因为伫厝里来开冷气，吼，来遮吹冷气免钱，吼，足欢喜诶。咱毋是为着遮来到上帝面前，咱是来拄着上帝，来调见上帝，来互上帝圣神来充满咱，所以咱的性命搁一遍得到开力。所以这是咱的重点。所以当咱信主了吼，你会发现吼，咱足紧就听到一个名词吼，叫微信啦吼，就是忠心服侍啦吼。哎，忠心非常好的啦吼，忠心服侍非常好。忠心服侍是咱开始踏行入迄个信用实体生活，信用实体生活的第一步，最重要的第一步。你若无忠心的服侍，你只是来参与来行过走，所有的新业技术，拢是听人讲的。当你开始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真正无共。你开始愿意为着教会、为着上帝事工付出时间甲心力的时，你会开始感觉到，哇，这足甜蜜的。你会感觉到无共款的关心，然后你会看见上帝在最大的事。祈祷得到应允，上帝真正咧做大事吼，做足大的事。你若无忠心伫当中，你袂看到。当你来到你教会，当你小组，你开始服侍，你担当是责任的时，你会发现讲吼，咱咧讲基督身躯的一体，这是毋是一个想法尔，毋是一个讲吼，三天地外的事，是啥物货？是真实甲耶稣同行，然后你感觉这就是真正的信仰生活吗？你若真正安尼一直行，你会慢慢发现讲吼，愿意忠心服侍，愿意委身的人真多，但是会当行足久的人，安怎真少啦吼？毋是这当讲无够属灵，是安怎？是因伤痕累累啦吼，到迄个一直受伤。因有努力，因嘛付出，因嘛祈祷，因嘛服侍顺服，但是定换来，定得到的是啥物货？足忝，足失望，然后甚至离开。有一个牧师要退休的时阵吼，伊改一条圣诗啦吼，一条圣诗叫做迄个拖出罪黑暗的高街，主我求你，伊改这条歌啦吼。伊安怎改啦？伊改讲吼，拖出最黑暗的教界啦吼，教会界啦吼。伊啊改这安尼，大家咧唱，安那是拍毋着机器哦，那会拍对
教会界啦吼。牧师在讲吼，伊服侍对头到尾拢受伤累累啦吼。我来想讲，我受服侍，我受呼召，讲来要献身做牧师啊吼。我在读新人的心，我拢足单纯的讲，做牧师就安怎？讲道，带人读圣经、敬拜、学乐，安尼就好啊。无想到吼，讲哇，做牧师了，佮做侪迄个阿伯阿姆的代志吼，离离苦苦的代志在做啦吼。甚至我有一道吼，有人甲我讲吼，牧师啊，这恁领薪水的人应该爱做的。我听者，我听者拢要戆去啊！讲啥物领薪水的人应该是对啦，我领你的薪水无毋对啦。我是靠福音做过生活，毋过我若是为着这钱，我袂来做牧师啦。恁理解这意思，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一个呼召。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忠心服侍的时阵，这是一个性命的服侍。你用你的性命在甲人交陪，你用你的性命在人关心，毋过无一定人会甲你正面的回应。所以你会愈来愈受伤，愈拍开，你性命愈拍开，你会愈容易受伤。所以你会发现服侍的路吼，会愈来愈冷清。哇，一个安尼行来行去，一个无去。咱常常咧讲吼，因为猫咪当讲有够厉害，有够好诶。结果咱来问人呢，什么人呢？讲就一道安怎离开啊？常常拢是安尼啦吼，常常拢是安尼。所以咱有时阵来倒来想，到底是对行毋对伊？是毋是上帝？咱第一步信主了，敢是行到这尔？咱敢是还未行了？所以咱要知影，为信就是忠心服侍，是第一步，是开头起先啦吼，毋是上尾啊。信主毋是信落了，主要说我信你，我来礼拜，结果就无啊。这是一个起点，开始行起步的时阵，就亲像咱来一直行，所以伤痕毋是失败，是还未行到信心的重点内面。阮兜的车安尼车来车去，愈来愈去，我一直感觉想讲，要等关税归零要换一台车，你咧想。讲好啊，咱即摆来换车好啊。你车买来啊，然后安怎？新车呢，停的车库，唔好叮当。咱无人会做安尼的代志吧？车买来就是爱开出去啊，你都爱甲开出去。开出去要创啥？你毋是伫路面遐飞，即只车是要载你到你要去迄个旅游的重点，你要办事的所在。信用嘛共款，信嘛共款，信毋是信了就下伫你的迄个包包内面，下伫你的册桌顶面，逐工读圣经，读了圣经就下伫迄个厨房吼，下伫客厅，人就走出去啊。是互你摕着信心，开始继续行这条路，开始摕着信心继续去迄条路。所以咱咧有时咱咧想，到底信心这条路最后的重点是啥物货？然后咱到底行较对，咱到底抄较对，才能行入伊的心意。因为咱拢知影，兄弟姊妹，咱拢知影，信耶稣毋是简单安尼尔啦吼，信耶稣毋是简单安尼尔啦吼。像讲信耶稣只有安尼，所以信耶稣是真正有福气的事啦吼。来，甲你边人讲，信耶稣有福气啦。信耶稣真正有福气，只是咱可能毋知影，咱行较对尔，啊是咱根本无行，只是听的信迄个所在。所以今仔日大家坐好吼，咱要做伙来出发。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咱搁一遍来读啦吼。毋过信的时代来临以前，咱互法律管的受监视，直到底要来信的时代显明的时，安尼伫基督来临以前，律法做咱的监护人，通互咱对信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现在信的时代已经来临，律法就无搁做咱的监护人。恁大家对信甲基督结连，成做上帝囝儿。恁所有领受的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已经称基督，有伊的活命。安尼无分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基督耶稣的内面，拢成做一体。恁既然属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知影信，咱能理解，这是会当分做3个阶段啦吼。不过咱要知影，这是一个动态的成长。我信耶稣了，我要开始生命更新，更新过要安怎？要开始成长。所以伊毋是一个终点嘛吼。所以当你信耶稣了，你就知影，我会当继续行落，我继续行落。所以咱要对今仔日圣经来理解信仰的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信，吼，咱受律法来管的啦吼。23节。讲，毋过信的时代来临之前，咱互律法管呢，受感是伫甲要来信的时代显明的时。保罗咧讲这段的时阵，伊毋是咧讲律法无路用啦，律法无路用，伊是咧讲律法的功能是咧甲咱鼓励，咧互咱准备耶稣基督来的迄时，伊毋是拯救哦，律法毋是拯救，但是伊是咧准备啦吼。伊就亲像一个，咱就亲像一个还未大汉的囡仔啦吼，伫监护人的保护下面成长，但是咱毋是永远拢伫监护人的下面顾咧、管咧、限制咧。就亲像阮的囡仔啦吼，阮兜的囡仔去上课，一年阮就带去台中国小上课，就带出去过大路，讲来徛好，爸爸讲行，较能行，讲停就停，讲去就去，伊行几抓了后讲。爸爸，我对当时开始，我要家己上学。我讲，你话拜托的，迄路人车较济，我毋敢互你安尼行啦吼。我心内有暗算啦吼，毋是永远拢我带伊啦吼。若囡仔拢永远咱带安尼，咱嘛会烦恼啦。咱就是带到等下，我知影伊要过路的时阵会看、会想、会注意，袂安尼吼，一面行一面跳，看着欢喜就冲过弄过。当伊稳定的时阵，当伊成长的时，咱就放手啊，咱就可以去啊。所以初信的时，咱一开始咱真正毋知影信仰是啥物货，咱只知影讲咱只知影，我祈祷上帝就祝福我奉献，上帝就要回报。我服侍上帝就一定知，上帝就一定会祝福。咱咧讲这话时，咱感觉吼，这咱足熟的吼，这话定听到。其实这就是律法式的信仰啦吼。我做啥物货，上帝就做啥物货；我做啥物货，上帝就做啥物货。然后这是一种交换的概念啦吼。意思是讲，你有祈祷无？你现在对着困难，因为你祈祷无够力。就是无祈祷，所以你较无规律。你有奉献啊无？你若有奉献，上帝要安怎拍开天顶的窗，变了福气哦。然后安怎？你摕你的拿来装吼，安怎？你来摇，甲切的，愈来愈窄，安怎上帝甲吼切，安怎个刺，安怎留甲尖起来，个满出来。所以安怎？你若要安尼，爱安怎？爱奉献。然后个安怎？你若纪念，你若大认真、忠心服侍上帝，上帝要纪念你、保守你、看顾你。我印象足深的啦，这句话我印象有够深的。当阮妈妈伫加护病房的时阵，我伫外口讲上帝啊，我跪来甲你祈祷，我跪来，我第一句扑出来就是上帝啊，你纪念阮滚哪代伫你面前的忠心服侍，保守阮经过这道的苦境，好无？你服侍伊，伊要祝福你；你祈祷，伊要听；然后你奉献，伊要打开天空祝福你。但是第一段无毋对啦吼，但是奇妙的是，上帝无因为咱的动机来拒绝咱，颠倒是咱伫迄个小可的信心内面，上帝行做迄个大的事。所以你只要奉献一点点啊，上帝就赏赐超过你所求所想。你服侍一遍，哇！你来就服侍甲哇，够感动的，这道足感动。然后甚至你一个祈祷，上帝就真正互代志改变。伫迄个《史记》吼，伫咱中国的迄个历史册内面有一个笑话安尼讲啊，这嘛笑话啦吼。不过我是感觉无好笑啦吼，我讲互大家听。伊讲吼，有一天吼，有一个人吼，有一个
迄个做食人啦吼，伊伫规个迄个，伊炸一碗细细碗的饭啦吼，啊，着规个迄个园啊吼，伊做食的迄园的边啊啦吼，点啊甲祈祷啦吼，祈祷上天啦吼，讲吼，我用即碗饭啦吼献祭啦吼，互你啦吼，啊，你爱祝福我，你爱互我倒边即块园吼，收的了规个仓库钱，拢会当用甲甜，啊，正边即块园吼。收的了，会当卖甲吼，会当互我迄个两个骹箱啊装满钱，然后后壁迄块园收的了，我要下伫阮兜，互阮今年拢物件通食。哎，讲迄个听到的人讲啊，哦，你求遮大，啊，你用啥物献祭？一碗饭，一碗饭啊！哦，伊讲你求的遮尔大，结果你会当献上啥物货？毋过你要经验，上帝真正听你，毋是咱真正做了真好。是因为上帝用无对不成比例啦吼，就是要看，就是我只有一点点仔求，上帝就大大赏赐。遐尼姊妹，你想象无？你奉献1000块，上帝甲你祝福100万的迄个事业，哇，这差伤济啊！哪有遮好做的生意啦？哦，要报一个啦，报一个。因为比例无成比例稳定，所以我愿意伫遮。我知影，我会当信，我会当信。所以因咧就亲像加里文讲的律法是一个镜啦，互人知影我应该爱追求稳定。律法是一个镜，我只会当摆咧这一点点啊。毋过上帝无因为一点啊，伊就无爱，伊颠倒大大束缚咱，所以。律法互咱知影，我真正需要稳定，所以我若无求，我若无做，我就失去迄稳定。但是上帝毋是等咱知影较听咱，伊先用稳定，互咱愿意信落去，愿意信落去。所以初信的阶段毋是毋对啦吼，毋是毋对，这是一个开始。我要甲兄弟姊妹讲，这是一个开始。这嘛是我咧讲第一代信徒，因为有经历过这个上帝拯救甲改变，所以第一代信徒通常伊对上帝信甲足真。啊，若第二代开始咧，第二代开始，迄是第一代吼，第一阶段是阮老爸行，我直接对第二阶段跳过，我跳袂过啦，跳袂过。你无经验过祈祷，上帝听；你无经验上帝做大事，迄上帝永远拢是挂伫吊伫壁面的。尔，吊在壁里尔，甲你无关系，所以第一阶段非常重要啦吼。第一个阶段非常重要，但是吼，咱若一直听伫即个第一个阶段啦吼，第一个阶段你会发现吼，有时咱信久了，你会开始感觉哦，足亚烂的，足失望的。然后我拢照牧师讲吼，逐工爱听，会知爱听每日活水，暗时爱去听迄个，爱去读圣经，然后爱来聚会，爱来祈祷会，然后是毋是咱会无亲像？早时我当信主的时阵遐尼厉害，啊，是毋是上帝拢无爱听我的祈祷？哦，那像迄上帝无遐尼灵下吼，可能毋是上帝无听，嘛毋是咱无够拍拼，有可能是咱开始行到一个坎站，上帝要邀请咱继续信仰啊，行到第二阶段。所以第二阶段就是真正开始信。你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毋是来到遐稳定面前，毋是来到福气的面前，你是来到对？你来到基督的面前，真正是来到基督的面前，毋是上帝赐福你较要来，毋是教会有爱参我较要来，毋是遮足侪人听我有物件通摕，我才要来。我是因为耶稣伫遮，上帝伫遮。兄弟姊妹，咱较是咱行到第二阶段，耶稣伫遮，上帝伫遮。所以我愿意来到是上帝面前，所以咱继续来看第24节到25节。第24节，安尼伫基督来临以前，律法做咱的监护人，通互咱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现在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律法就无过做咱的监护人。好，伫基督，伫你真正。来个迄个是咧追求基督，真正要拄着基督进前律法要带咱行这条路，律法要带咱行这条路。然后啥物货？等你来到伫基督的面前的时阵，你就毋免，就这律法就无去捆绑你，
你会变做足介意行这律法。所以信仰唔是受到限制的行字，是进入上帝当行的阶段啦吼。无过是受要求，无过是受要求，是我感觉我真正介意甲上帝做伙。头起先是牧师在呼召讲，哇，会知影爱起来听好水，逐工爱读圣经，爱祈祷，一工爱祈祷几遍？哦，上少5遍。5遍第一遍啊，起床祈祷1遍，食早顿1遍，中昼顿1遍，暗时1遍，啊要困之前1遍，头先5遍，好5遍好。我中昼的时阵吼，因为时间当输出去吼，歹势我无祈祷，吼啊然后暗时吼足忝的，困去也无祈祷，啊逐工拢欠1遍2遍。头起先是安尼算啦吼，后来你发现，祈祷其实是足甜蜜的，甲上帝做伙，足有开了足好的一件事。我足介祈祷的，所以我开始伫逐时逐刻开始，我要祈祷，所以我开始祈祷第6遍、第7遍、第8遍。即摆我咧开车，唔知要做啥，我来祈祷好啊！主啊，感谢你学了你，因为你甲我同在，你做我的保守。你有第7遍的、第6遍的祈祷后，然后结果同事迄个头家咧甲你骂时，我心内足歹，出来。祈祷者，主啊，我足艰苦心的，我嘛烦恼我的头脑会无去。第8遍的祈祷啊，你发现你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你就无受这5遍的迄个捆绑啊。甚至讲食饭祈祷啊，偌济，什么情形叫做食饭的祈祷？咱伫咧教青年拢讲真趣味，什么叫做食饭的祈祷？到底迄个食零食敢算敢爱祈祷？啉珍珠奶茶敢爱祈祷？我讲咱话有一个标准讲超过30箍烧的1000元的拢爱祈祷。不过即摆通货膨胀即摆是超过100箍啊1000元的拢爱祈祷啦我囡仔时青年的时辅导是安尼甲我讲啦迄个带青年的辅导讲，超过30箍1000元的拢爱祈祷。我一直记的囡仔时。1000元的30箍就是，即摆就100箍啦毋过我会知影，我就是要感谢，等我看到够好食的，感谢主儿主，哪有遮好康的，哪有遮好的？全世界足侪人摇巴肚，我有物件通食，感谢主儿主。即摆知无？这是信仰中足好的一个时机啦足好的一个时机。我看，足好的一个时机，你会发现。哇！你甲上帝同在，你做每件代志，拢有伊属灵的意义，甚至你无个要义，世间人安怎甲你看，我只要互上帝欢喜，只要上帝看到就好啊！我就欢喜，我的心就欢喜啊！即摆我咧讲我常常要伫遮提宣教书，因为宣教书出去了，咱就甲袂记哩啊！咱日子足无用的，宣教书毋是一个做好康的事啦讲，互你100万叫你去迄个所在去，你可能无爱啦，无爱。迄去足热、足歹、足翕的。我会记我有一遍去，迄毋是一个好的事啦我会记我有一道去迄个斯里兰卡啦去遐做宣教人就讲斯里兰卡足好的呢，迄个风景区呢。我讲歹势，我全部拢无去风景区，你Google 会到的风景区拢无去。阮去撩水，有一个社区全部迄个因为伊的排水系统无做，所以一年365天有300天以上浸伫水里。阮咱撩水入去，撩入去了遐天气足热，撩去了，因遐惊阮遮台湾的牧师晒日头，所以因搭一个텐트。你迄上塑胶的텐트顶面日头拍来，迄内面是穿安尼，我看了我想无想要入去我一直闪，愈闪愈后壁，然后因一直甲我捋，甲我2个人我无说你入去内底坐啊，佮准备以后安坐，迄内底真够热的，热到你要过身去不过我听着因咧讲因生命的故事，我足欢喜的，因咧讲福音安怎互因的日子得到改变。我真正足热的，所以迄毋是一件好的事。但是是安怎愿意去？因为我知上帝这甲耶稣基督同行，我知这是伊所欢喜的事，所以我愿意，所以我心就欢喜，我的日子就充满快乐。宣教书啦宣教书
所以就亲像这个尤金彼得森讲的这句话啦吼，信仰的生活不是咧学更较济，是要伫心内面活更较深。啊，耶稣，你咧看，耶稣，我甲你同行。虽然我有忧闷，可你知；虽然我有迄个无人看见，可你看见。这就是第二阶段的精髓啦吼。所以咱唔是咧讲的中心啦吼，所以咱唔是咧讲一寡属灵的知识。我的日子，我的信仰唔是咧听更较侪圣经，捌更较侪圣经尔。我是伫甲耶稣基督上帝关系内面，愈来愈确定，然后确定伊是信实的，伊是通挖课的。所以你会发现，我唔知，但是我信靠。讲我唔知我谁来破病，我谁来发生安尼代志，但是安怎，我足欢喜的，我就是喜乐。你会发现吼，这种咱呐开始甲耶稣同行，你的信仰足单纯、足稳定。我知影我是行伫上帝心意内面，唔是出伫宗教的压力。什么叫宗教压力？就是牧师甲来讲啊吼，我们兄弟，你是安那无来礼拜？哦，啊你哪会无爱来服侍？好啦，牧师就来阮兜坐啊，牧师就敲电话来啊。我这礼拜来，我看一下。哦，我应该服侍过的所在真趣味啦。我看有一寡人吼，一寡兄弟姊妹，我只要去探访，伊就来2礼拜。啊，若无探就无来啊。真正是互我民主，我讲感谢主，祝福我民主的。我只要去恁兜坐，你就来2礼拜。毋是安尼啦吼，我是欢喜来到上帝面前。我知影，这毋是出于压力，是出于上帝听我，耶稣听我。然后这样一切，毋是我变真好，是吼，也是我得到什么货？是我知影耶稣是我的主啦吼。第二阶段是足厉害的时段吼，阶段吼有够厉害。但是你若伫这个阶段停足久，你会发现，毋知对当时开始哦，你会发现，逐项敢若拢无啥共，逐项拢无啥共啦吼。然后你会发现讲，读经变做完成一个进度，吼，然后祈祷变做报告事项，什么叫报告事项？我爱来到上帝面前甲讲啊，吼，上帝啊，求你保守我，求你看顾我，哦，祈祷了啊，哦，这会变做报告事项，然后服侍会变做一个责任甲压力啦，吼。反正你一直听的第二阶段，你一直在问安尼代志，咱愈来愈，咱足想要知影，伊的心意，咱足家己捡着路去得罪上帝，无加了时间呢。所以我若愈问愈济，我就愈来愈烦，愈来愈烦恼，愈来愈烦恼。然后人甲我讲什么代志，我就会紧的哦。你问好无？牧师安尼好无？我等下祈祷看卖好啊。哦，先祈祷者，其实毋是好毋好，是我毋知影，我真正毋知影，所以我爱祈祷看卖。然后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也一直听的第二个阶段，你会发现到最后，我已经毋是咧信啦，我是咧惊啦吼。我惊我家己无够听耶稣，惊我家己做毋到选择，惊我辜负上帝期待。然后这个时阵，咱来知，咱就要开始行啦吼，继续后一个旅程啊吼，咱来继续开始后一个旅程。所以第二阶段讲，我毋是规定是我欢喜，毋是要做啥物货，是我欢喜甲上帝同行，毋过上帝同行久吼，讲真诶，就霸气啊！你会发现，佮变做一个新诶压力。所以煞接第三阶段吼，第三阶段开始进入我信，本来是真信，变做我，这甲我性命有关系。我信，我要恢复囝儿诶身份，所以我要足紧来读。第3章26到29节，26节，恁大家对信甲基督耶稣结连做上帝囝儿，所以因为信甲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结连做上帝囝儿，所以恁所有领受的洗礼甲基督结连的人，已经称基督有伊的活命，所以称基督有伊的活命是啥物货？活命就是迄个关系，上帝的囝儿的关系。安尼第28节，安尼无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查甫人也是查某人，伫耶稣基督内面，拢做一体。一体意思是啥物货？我甲耶稣连做伙，所以耶稣的老爸就是我的老爸啦吼，就是我的老爸。
所以既然是老爸29节，恁既然属基督，甲是基督一体哦，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应允的继承人。所以吼，伫即段内面，保罗用几个足重要的事，就上帝子儿称基督有伊的活名，去应允的继承人。这毋是一个比如，这是一个身份的宣告啦吼，身份的宣告。我想要讲的是，咱毋是要做更较好，才会当做上帝子儿，是因为咱已经是子儿啊，所以咱才愿意无共款的性命。哦，咱要进入，但是要进入这个身份进前，咱足侪人伫第二阶段，甲主当行的时，咱就卡条的啊。哦，然后迄卡条的停落来，有时阵是，毋是停落来，是过落啦，过落。然后吼，咱毋是咧靠稳定，咱是靠动的啊！幸福小组要结束啊，结果要迄个啊，要迄个，搁动一人要休假，毋是因为听上帝来做，是惊亏欠主，毋敢无做。啊，每一道幸福小组吼，牧师拢会用第一阶段来吸引人啊，吼，来开始呼吁啊，讲哇，你来传福音较有福气。然后第二阶段吼，我会开始用第二阶段勉励大家。咱是基督徒啦吼，咱是基督徒，所以你爱甲上帝当行，就爱行伊欢喜的代志。第二阶段啦吼，然后结果吼，你应该是啥物货？你应该是职业基督徒。然后职业基督徒，当你开始愿意甲耶稣当行，所以你是职业基督徒。副业是啥物货？医生，副业是老师，副业是家长。因为耶稣做听你做听你的，所以你应该爱专心来甲耶稣的面前。这叫第二阶段啦吼。啊，咱若无第三个阶段，你会发生啥物代志？幸福小组走了，大家添甲崩去啊吼，变过啊。咱无咱通去关心遐拄好信主的 best 啦吼，啊，然后 best 就变 test 啦吼 ，best 是上好的朋友 ，test 就是考验啦吼。哦，去看到伊幸福小组结束了，去看到伊，哦，这真正是我信心甲疼心的考验。哦，这变做信用的考验 ，best 现变 test。咱若只是听第二阶段，就变安尼啦吼。所以有时阵咱感觉咱真忠心，其实是互期待底下咱喘袂过气。有时咱讲主啊，我愿意，其实是主啊，我毋敢无愿意啦吼。迄个时阵咱毋是顺服，咱是惊啦吼，毋是违心，是咱真忝啦吼。咱叫做咱咧讨互上帝欢喜。事实上，咱有时咱活了比世间人更加紧张，比无信主的人更加无快乐。有时咱会怀疑上帝讲，上帝啊，你毋是讲你会甲我同在，你毋是讲你会甲我同在，我遮尔听你，像我的内面乃愈来愈空啊吼。所以咱咧讲啊吼，这段信仰的路，你若无转来甲子儿的身份，你着一直服侍，一直坚持到你无力为止啦，无力为止。所以提摩太凯勒今仔日讲的话啦吼。今仔日讲的一句话，我想要留落来做今仔日的结论啦吼。我罗卜服侍吼，是为着要得到产业；我拍拼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福气。子儿的服侍是因为咱已经承接产业。我是上帝子儿，我的服侍是因为上帝已经发福气啊，我已经有稳定啊，已经有。保守啊！上帝一直在作为，所以我愿意对伊来行，我会当做。所以兄弟姊妹，咱即摆毋才是对一个阶段，咱是对一种的，咱搁咧拍拼来得到祝福的罗卜，也是我已经知影，我已经得到疼的子儿，毋免证明你疼上帝，是你爱先相信，你已经互上帝深深疼着。上帝就疼你，圣经讲啥？上帝疼你到安尼，哦，疼到安尼啦吼。你毋是为着互上帝欢喜才服侍，是因为你知影你属伫伊，所以你愿意行伫伊的心意内面，愿意甲伊做伙行。今日咱行过3个阶段啦吼，3个阶段，咱对努力换福气的祝福啦吼，努力换祝福的信仰，到互上帝欢喜的忠心。服侍到最后，因为是子儿来活，有一寡人，有一寡兄姊妹，咱听伫第一阶段忝啊、失望啊，
有一寡人行到第2个阶段，忠心，但是因做烦恼的，然后因顺服侍，但是因做疲劳的。我有想到一个姊妹吼，伊咧讲吼，伊足久无为着家己祈祷啊，伊足久无为着家己祈祷，伊只有为着别人，为着服侍，为着需要来祈祷，但是伊有时阵嘛袂记得家己嘛是一个需要互上帝来揽着来听的囝。伊讲吼，我亲像一直拢伫上帝的厨房内面无闲，但是伊毋捌坐来甲桌仔边，甲食过上帝为伊备办的饭。所以咧，我咧想，伊毋是无听上帝，伊只是足习惯做一个基督徒，然后袂记得爱先做一个上帝的囝儿。今仔日牧师要邀请恁吼。毋是跳过头前迄2段，头前迄2段嘛是足重要的。咱爱是你愿意继续向前，今日上帝予你真正的身份。你毋是萝卜，你是囝儿；你毋是萝卜，你是囝儿。你无需要去证明啥物货，嘛免去惊吓，你做毋到啥物事，你只要穿基督，住伫伊的内面，你是属上帝，是承受产业的，是伊上疼的。就亲像提摩太凯勒讲的，讲萝卜服侍是为着要得到产业，囝儿的服侍是因为已经得到产业，所以今仔日上帝伫遮呼召你，对你讲，毋是你爱加做一寡，伊要对你讲，囝儿你转来就好啊，转来就好。咱只是咱三个起立来吟回应的诗，用这条诗来唱，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来做上帝的，做今仔日的回应。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谦卑求你赐福，主啊求你。我心求无你，那苦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第三，我听了谁讲？我愿放逐项，专心对你，专心对你。主，我要祈祷，虔诚祈祷你，那苦为那听你，为。受艰苦，世间虽有艰苦，有烦恼，既然有主通靠，欢喜乐乐。主啊，我今时无你，我最心。要哪听你，哪苦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虽然起来水量，虽然归了水量。主我有愿勇敢，专心我主啊对你来行，因为你是我的天父，你来行。我这基督
心继续。咱的这块时间为着家己来祈祷。你是上帝的儿子，无论你伫对一个所在，上帝拢讲你是我的儿子，你转来就好，转来就好。咱为着家己来祈祷无？咱为着家己来祈祷，为着这个领受儿子的身份来祈祷。虽然有失望，虽然有忧伤，不过主啊，我是你的儿子。你永远听我，你永远安慰我，永远做我的天父。咱开嘴来为着家己祈祷，开嘴来为着家己祈祷。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要听你的祈祷，伊要安慰，要怜悯你，要请做你信仰的最重要的所在。你是承受产业的，你是儿子。主啊，主啊，阮真正是你的儿子，阮献上感恩啊！谢谢。当阮每一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咱搁一遍迫切祈祷。主，阮惊你无听阮的话，无听阮的恳求，无听阮，无唔知影阮的苦情。主啊，阮真迫切，真迫切。个主我知，主啊，你对我讲，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天父，你是我的天父，你是爸。阮是儿子，阮是承受产业的，阮是承受稳定的，已经有稳定伫我的当中，已经有安慰伫我的当中啊！主啊，主啊，主啊！我要真侪儿子伫你的面前，得到安息，得到安慰，得到扶持，得到帮助，因为你是我的主，你做我的主，做我的王，是我的，是我的。主啊，主啊，恳求主你搁一遍伫阮的心内兴起，兴起，兴起。主啊，我有是软者，我只人听你第一个阶段。可主，我知你要帮助我继续来行，互我离开，互我继续进入第二个阶段，领受你听，认捌你的大开力，继续进入第二个阶段。主啊，主啊，我甲你同行，唔只是同行，唔是只是同伴尔。主啊，你唔是这个头家，你是天父。罗卜只会当甲人带到头家面前，只有儿子才会当来到伫爸的面前。主啊，你是我的爸，你是我的爸。主啊，求你搁一遍帮助阮，坚固阮。主啊，搁一遍兴起阮。主啊，还知，你真正是听阮的，真正是医治阮的，真正是施恩伫阮当中的。主啊，这稳定不是换来的。这稳定不是祈祷来，这稳定是因为我是儿子，我是儿子。主，阮感谢你，学你，搁一遍将阮交托做手中。主，阮倒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阮倒来啊！感谢你，真正欢喜，真正欢喜，看到你的儿子倒来到厝里。感谢主，学主，安尼就真大的福气啊！献上学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